每家120平地皮，统一规划建设，宽敞的街道，每家都有独立院子，每栋楼与楼之间还留有过道互不干扰。大家说这样的农村生活惬意吗？这是广东韶关仁化县河边上的一个村子，下墩新村，临近河边建，可谓是山清水秀了。当看到这宽敞的街道、舒适的环境时，不禁让我停下脚步探访一番。哇，新村的房子好大哦，起码120平，2层都200多平啊。在这里住啊，舒服哦。看这里种菜，还有院子的。來參觀這啲新村啦，好靚哦，好靚啊，好大間哦，大間邊個靚嘅？阿遠迪啊，我在遠迪㗎，係咪？哇！啲鄉下嘅，我鄉鎮嘅，鄉鎮啊，我落去就係做遠迪。哦，啲屋想幾多平方地皮啊？就要120間房，我做咩得你估啊？個人120，我睇你估啱啊！係而家120方要喎，我話2層就想200幾哦，我。外量又下個台哦，厲害厲害，舒服哦，住啲新村哦，係嘛？住啲新村舒服哦，哇！插活房，插活房啊，放插活。而家終於要邊邊買嘢㗎？喺嗰邊又。忍住來啫，忍住來做到當堂兩先甜。你提過仲係你提腳，圓嘢條嘅。哦，係嘛，圓嘢提腳，我試過提腳啊。哦，唔試過圓提腳。試過，係有陣啊。一屋太間嘛，咁啊看在我哋啊，新村間太間嘅屋㗎嘛。嗯。你經過點安排嘅，仲有啲價格點劃嘅。哇，訂到啲面錢豪嘅嘢，咁啊，今日咧要拉出嚟先。我全部都係買到嘅，喺公園買落嘅。得啦。等我都唔得。嚟上咗，來到咋？上嘅啊，呢種。你係上嘅，老巴嚟嘅。好爽。呢個。係啊，你係上嘅，好爽。唔好行最大嘅嗰個拍哎呀，別吃點。這裡還有舞台哦。哇，公廁都那麼漂亮哦。公廁都那麼漂亮，挺好的。